說您怎麼還隨身帶着这照片啊？1982年，哎呦，爸，82年您就自己开店了？告诉你啊，82年，厂子，我那是铁饭碗，老子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有种吧？太有魄力了，爸硬不硬气？硬气。而且我爸还说了，说人这一辈子啊就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然就白活了。我说什么？您说，人这一辈子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然白活。哎呀，我这话说的很有水平啊！对，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是吧？好。对呀。你怎么不吃青菜呢？吃点青菜。琪琪啊，快吃，吃完帮老爺拍張照，我要重操舊業。这也没問題呀，奇怪，為啥在26年就不會做了呢？范偉，你廚藝又進步了，你比咱們這大師傅做都好吃呢。通知：為響應國家號召，搞活經濟，工廠鼓勵有技術、有想法的職工停薪留職，投身市場經濟大潮。哎，淑芬，你說我開個炒雞店怎麼樣？不怎麼樣。你沒聽那廣播說嗎？個體戶能停薪留職，多好的機會啊！那廣播說的是停薪留職，重點在停薪。你別成天想些那些有的沒的啊。行，吃吧，吃。哎呀，下班啊。哎呀，今天這月亮真圓啊！月亮啊，摳哪兒呢？那邊呢嗎？房檐後邊呢？那我這咋瞅不着呢？你坐那兒你肯定瞅不着，你往這邊坐點，你就能看見了啊。沒有啊。那兒呢嗎？哪兒呢？那兒。哪？月亮搁那兒呢。那兒呢？范偉啊，我有點冷了。不是幹啥呢？我陪你一塊兒冷。你有病啊！我說我冷。啊，那我要抱你，能暖和點吧？不知道，試試呢。跳舞呢。来，往里进，70免费。有病吧？大晚上开什么业呀？哎，开业了，快去看看。开业。干杯！感謝二位啊，要不是你們，我跟琳娜，我倆還真走不到一起去。這都是你有本事。我看好你哦，必須有本事。另外，你讓我給你找那店面呀，我給你找好了啊。你看你啥時候跟人聯繫一下。這菜誰點的？不錯啊。啥店面啊？范偉，你腦被蚊夾了？淑芬，這是未來的趨勢。那廠裡現在效益不好，我這麼做，那不都是為了咱們將來嗎？是吧？咱倆哪有將來啊？你跟我商量過嗎？你這事兒從頭到尾你給我商量過嗎？芬兒，有些事我沒辦法跟你解釋。你肯定解釋不了啊！你都沒打算告訴我，你解釋啥呀？那個老范，這點我必須得批評你啊！
那两口子过日子，那都得有商有量的。这一点上我做的就不错。您少说2句，咱们先吃一口啊！对来，来，行，吃菜，淑芬吃，夹呀。对了，娜娜，我还没跟你说是吧？咱们厂里选派那个优秀职工进省城进修的那名单下来了，有我打算去，然后我1个礼拜之后就走。来，喝一个。等会儿，去省城？怎么呢？这么大事儿，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？妈呀，那你跟我商量呢？我现在决定的，我得去省城，而且我不但去，我还得留在那儿呢。啊，来，你还留在省城？人省城要不要你呀？妈呀！啊，省城不要我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走。你看省城要不要我？你看省城要不要我？你去吧，你看人要不要你？还现在走？那他提前1个星期去啊？那先到先得呀？你快点追一下子！追啥呀？来吃饭，快吃饭吧。那还吃啥呀？那还这，娜娜。哎，金娟，来，咋的了？我给你跟范伟夹个菜，看。哎呦，拿着，你别跟范伟说是我给的啊。行，明白。去。哎呀，啥呀？淑芬给你夹的菜，不吃。看你这人咋这样？那做都做了，你尝尝啊。来，哎呦！啥意思？你尝尝吧。哎呀，白瞎这卖相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今天晚上吃啥？你管？没有。哎呦我的天，这衣服整的还挺小。跟我们一起去熬夜是吧？练了。必须的。我这双手生下来就是为了焊电焊的，我长这么大第1次做饭，他给我吐了。建军，你说那孙鹏飞那是好人吗？啊，他这样，然后淑芬也跟他这样，干啥呢？他俩呀？我给他脸，他不要。那不闹玩呢吗？那他怎么不跟我闹着玩呢？那你俩不闹别扭了？那闹别扭，他也不能给人家整衣服呀。我知道了，他就是心里没我了。我明白了，他心里根本没有我呀。既然如此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分手。